各位嘉賓、各位市民，今日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8週年嘅大日子，亦都係本屆政府上任3週年。3年嚟，政府推動改革，我哋建立咗安全同穩定嘅香港。我哋發展經濟，改善民生，陸續見到成果。我改變咗政府文化，建立以結果為目標嘅政府。我哋完成咗《基本法》第23條本地立法嘅憲制責任，完成歷屆政府想做而未能達成嘅歷史任務。我哋重建一個安全嘅香港。今年喺最安全城市排名裏邊，香港排名全球第7。我哋全力處理土地房屋問題，公屋輪候時間由6.1年下降至5.3年，縮短約9個半月。打擊濫用公屋，多收回約8700個單位，等於近11座公屋，等同慳返87億元嘅建築費。我哋快速興建簡約公屋，今年會有約9500戶入伙，讓9500個家庭即時解困。本屆政府上任以嚟，香港經濟由負增長轉為正增長，家庭收入以中位數計增加3000蚊，上升超過11%。我哋重視勞工權益，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，最低工資由2年一檢改為1年一檢。我哋強化互聯互通，協助生物科技同特專科技公司上市，制定穩定幣發牌制度，優化咗上市程序，提升金融競爭力。香港嘅金融中心地位上升1位，穩居世界第3。我哋着力搶人才、搶企業、招商引資，已經抵港嘅專才、高才、優才超過21萬人，有助提升香港嘅競爭力。我哋引進咗84間從事前沿科技嘅重點企業，帶嚟約500億元嘅投資，創造超過2萬個職位。我哋簡化咗公司遷冊機制，2間國際保險大行即時表示會遷冊香港。香港嘅世界競爭力排名連續2年上升，由世界第7升至世界第3。人才競爭力排名重回10大，上升7位至世界第9。香港正值經濟轉型期，面對住挑戰同機遇，喺一國兩制之下嘅優勢，香港機遇大於挑戰。展望未來，我哋嘅重點工作會喺3方面。第一，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。我哋會統籌好安全同發展。喺一國兩制下，我哋會堅定維護國家安全，並把握國家機遇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全力拼經濟、謀發展，幫助企業升級轉型，拓展內外銷市場。我哋會深化國際交往合作，開拓新市場、新機遇，強化全供應鏈服務，做大做深區域貿易，抵消過分依賴單一市場嘅貿易風險。我哋會大力發展科技創新，擴大數字貿易，推動本地企業發展，
同時引進技術同埋產業，繼續搶人才、搶企業，鞏固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中心地位。第二，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。北部都會區佔香港面積約1/3，人口亦都將佔1/3，係香港發展嘅新引擎。我哋會引入新理念、新辦法，拆牆鬆綁，結合市場力量，提速提效，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、新田科技城、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嘅香港園區，以產業發展為重點考慮，以創新科技為核心，吸引全球科研人才同創新資源集聚，促進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設，帶動香港整體發展。第三，着力改善民生。我施政嘅目標係讓市民有更好嘅生活、更好嘅居所，青年有更好嘅發展，長者有更好嘅照顧，市民安居樂業。特區政府會持續喺住屋、醫療、教育同福利等方面改善民生，提升市民嘅生活質素。我哋會繼續加快公營房屋供應，進一步縮短公屋輪候時間，確保簡約公屋如期供應，以解燃眉之急。取締劏房嘅合規簡樸房，有望明年3月開始進行登記。政府會繼續深化醫療體系改革，加強公營同基層醫療服務。我哋會繼續實踐精準扶貧理念，聚焦幫助排喺隊尾最需要幫助嘅人。喺交通方面，政府會推進落實運輸基建發展藍圖，全力推動各鐵路項目，包括洪水橋至前海嘅港深西部鐵路、北環線支線同埋區內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等等。常言道：天下事有難易苦，為之則難者亦易矣，不為則易者亦難矣。我哋寧願做艱難嘅改革者，都唔能夠做安逸嘅停滯者。現今地緣政治風雲變幻，不確定性不斷增加。香港可以提供俾世界嘅，正正係安全同埋發展嘅確定性。呢啲確定性係現今世界需要同埋渴求嘅。國家機遇同世界機遇都圍繞住香港。只要我哋把握好機遇，不斷提升自身價值同埋競爭力，改革求進，創新創造，憑住香港人嘅智慧同經驗，我有信心，東方之珠一定能夠喺世界舞台上綻放更耀眼嘅光芒。多謝大家。